兄姐平安，真欢喜，今仔日个甲大家三个来敬拜上帝。今仔日是过活节第3个主日，就是过活节第13日，因为咱就是咧算耶稣过活了后，就是40日上天，上天了后10日，就是圣神降临啦，就是耶稣过活的第50日安尼。所以咱即个教会历拢是用安尼，即耶稣对出世过来伊的受苦受死过活了后圣神降临教会历就是用安尼轮读圣经节来孝念安尼咱安尼早起圣歌队所唱的诗有那是 He lives 就是伊活着耶稣过活，后来伊上天，上天了后圣神又应允圣神要继续做工，所以耶稣也继续活着，圣神也继续伫做工耶稣有吩咐学生，上天以前吩咐学生讲，恁着爱毋通离开耶路撒冷，伫遮等待到圣神降临，恁要得到开力。所以呢，咱头一个就是要来想，耶稣吩咐门徒等待圣神。伫使徒行传第1章第40去遐，耶稣甲因做伙的时阵就吩咐因讲：恁毋通离开耶路撒冷，照我甲恁讲的就是着爱听候爸的应允。约翰用水甲恁行洗礼，毋过阁无几日，恁要领受圣神的洗礼。所以到伫使徒行传第1章80伫遐就讲起毋过圣神临到恁的时，恁要得到才能伫耶路撒冷恁要伫耶路撒冷、全犹太甲撒玛利亚直到天边海角，为着我做见证。耶稣甲因吩咐这话了后，伊就上天。迄个时阵，自救的人差不多有120个。耶稣上天了后，第10日，就是耶稣过活了的第50日。因伫遐咧等待，果然圣神降临。遮个学生因拢得到圣神充满。五旬节一时到，学生组织做伙伫所在。忽然有声对天顶来，亲像透大风，充满伫因坐的规间厝，阁有亲像分开的火枝对因出现，照伫逐人的顶面，因拢受圣神的充满，照圣神。互因的即个才能，因就开始讲别种语言的话。所以上大声圣神的充满，讲方言。即个方言就是伊毋捌学即种的话，总是会晓用即种的话甲人讲话。安尼，这就是当时。圣神充满的时阵，遐个门徒因拢有，因为自救的人足济差不多十几个所在的人来拢讲无共款的语言这个学生因受圣神充满，因阵拢用因的话甲因讲话啦。譬如讲，伊也毋捌学埃及话总是伊会晓甲即个埃及人咧讲埃及话安尼。所以
使徒因得到圣灵充满了后，因就甲因讲话，后来彼得就伫甲大家讲即款的情形，讲这是上帝咧做工，圣神咧做工，因为耶稣降世受定死，搁活，只是人活命的路。当然咱若详细去看《使徒行传》第2章第50到47节规章彼得讲真济，就是互遮个人了解讲，即个耶稣伊就是上帝起来，等伊转去天顶，圣神继续咧做工，所以彼得讲了后，遐个人听了心刺扎。讲当阮着怎样做？伫遐彼得就甲因洗礼。迄日约加添3000人，这就是圣神咧做工。我伫休斯顿的时，捌去我的小弟伫拉拉斯的教会，我去看伊伊就带我去一间拉拉斯的叫做Biblical Museum 圣经博物馆。内底有真侪遮个圣经流传落来遮个物件，遮个奇迹留落来物。后来呢，去一间厝，差不多比即个拜堂安尼，搁较大一撮啦伊这讲台呢，拢讲台真宽，拢做一仙人安尼拢。规个真侪群众，拢做好伫咧讲台顶，拄开始的时暗，然后即个人倒起来，介绍即个人就是什么人，即个人就是什么人，安尼来咧介绍讲，彼得当时咧讲道，3000人咧听，到底遐个人是什么人啊？他说这拢爱去圣经研究，所以伫遐倒起来安尼介绍遮个人，真舒适，真好势，拢冷气咧，拄入去我就是讲奇怪，即个冷气遮尔好势，那面顶有一个真大个迄个电风迄个电风亲像即个电风安尼真大机原来后来伊介绍了后，咧讲到即个。圣神降临的时阵呢，迄电风安尼吹呼叫啦，所以就是互咱想着讲，圣神降临就是亲像安尼安尼亲像风咧吹圣经有讲，亲像大风咧吹安尼，大家就讲方言即阵有真侪教会尤其灵恩的教会因所咧讲的方言是即个叫做字音啦，还是灵音啦？灵性的灵灵音即款的灵音，即款的方言是保罗有讲若是讲方言，都爱有人翻译。若无人翻译伊讲大家听无都无得到利益毋知影伊咧讲啥，所以保罗有讲你若讲方言，大家听无；你讲两口，你就爱讲即个悟性的话，讲即个悟性咱听有，你伫听有的话，安尼是搁较好我做兵的时伫台中做兵，礼拜日就休困我就去台中市内想讲要去参加一间教会礼拜，就伫即个台中公园的附近看到一间讲台中教会安尼，我就入去即个传教者就甲我讲话，讲伊讲都爱练习即个讲方言，讲方言你就是即个喙齿安尼操练滴滴答答安尼安尼练习安尼我知影这就是人工方言啦真正的方言是圣神感动
你自然就讲出来，自然就讲出来，亲像初代教会使徒，伊就讲出来，互你讲迄款话，讲对方伊会晓迄款话，互伊会明白安尼。我伫义工教会牧会时有一摆去新竹参加即个教会灵命更新的研修会这是一个较早即个圣经学院长是罗学川牧师伊就是咧安尼咧教导即个灵恩属灵方面，因为大家拢讲长老会较无即个灵恩方面其实长老会灵恩对加尔文是真注重的。参加即个灵命更新，就是咧讲即个属灵追求圣神的同在咱无论个人生活，咱的教会事工，拢需要圣神的同在，圣神同工结束的时阵呢，伫迄圣经学院迄个礼拜堂的大厅大家就安尼围一轮一大轮安尼大家就罗牧师带大家伫遐安静伫遐唱歌、学乐、祈祷安尼祈祷看圣神安怎带领有人就唱灵歌就是即个属灵的歌，伊有圣神的感动所唱出来的歌伊的学乐、伊的祈祷啦安尼。后来有人讲方言，迄个方言当然咱听毋知影意思。圣经内底有讲，有人讲方言，都要有人翻译，才知影意思。迄个方言才有路用才有效若无你咧讲啥，大家都毋知所以有人讲方言，了后呢，有一个长老，伊有那参加，伊就翻译，伊翻译讲伫海外乌名单的台湾人，就要转来。迄个时阵抑个乌名单，这乌名单，迄有诶老爸安尼，老爸还是老母过身都无法度转去葬式，连续有诶20-30年这实在是真无人权诶国民党时代所以大家听到这款话，真感动后来果然无偌久就开放这个海外乌名单会当转来安尼所以我拄参加即个教会灵命更新的时阵就是讲迄个时阵，就是即个咱知影即个蔡友全苦主席因伫迄政治受难者的会敢若建议讲咱这章程都爱内底章程都爱有一条讲台湾人有主张独立的自由安尼讲。做啥物违反国安法安尼一个判9年有诶10年、11年安尼。所以教会大家咧关心即个代志，就有组织有开会，讲当时要来游行，要来声援，这是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啥物安尼就判刑所以。后来，我接到电话讲，迄个游行的申请警方驳回啦。这样驳回了免怎？你是无要举行，还是要硬拼安尼？所以咱也知影，当时大家咧对抗即个极权的迄款的心理你驳回，你无准做，你无准我。游行做我游行，当时大家人的迄个想法是安尼
总是我接到电话讲爱转去，甲大家开会。我头前就一个平牧师吼，我就请伊替我祈祷，讲我要转去，要开即个会，看着爱安怎做较好吼，求上帝引带吼，请你替我祈祷。伊讲，伊替我祈祷的时阵吼，伊有一个意向，就是讲都爱等待，伊毋知影讲等待是啥物意思啦，爱安怎等待啦吼。总是伊有讲，伊有得到即款上帝互伊的感动，伊讲都爱等待吼。所以我就转去台北了后，就开会吼。开会大家迄个意见就是讲安尼吼，安尼就是伊驳回吼，驳回咱就爱搁甲提出申请，搁提出修改迄个路线啦。吼，伊迄个驳回的意思就是讲，你袂使咧经过倒位，袂使咧怎样，吼，咱就要修改，搁加申请，搁加回转去申请安尼，后来就有准，吼，所以这有关是一个安尼，咱咧做无论教会事工，还是这社会事工，吼，咱爱求上帝引带。对，我拄则讲到迄个伫安尼，大家围一大阵，有人讲灵语，有人讲方言，即有一个长老翻译，即个翻译吼，即个长老后来阮做伙转去台北，伫咧车顶，我就问即个长老讲，你是安怎？伊讲方言了，你安怎了解？安怎翻译出来？伊讲，这都亲像咱瀑布吼，有无？咱看瀑布，迄悬迄水就安尼，一个就拢安尼呛落来安尼。吼，伊讲，伊听到即个方言，伊就是安尼心内头壳伊充满的，伊就是讲爱讲出来。伊就是自自然然安尼讲出来，拢毋免头壳去想啦，毋免想，伊就是安尼讲出来，安尼，安尼，所以保罗吼又讲即个讲方言，就是上帝伫启示引带人，吼，当然爱有人会晓翻译，爱有迄个文字，吼，逐人文字无相同。所以保罗又讲，若是讲方言人听无吼，安尼你咱两科都爱讲即个。你若讲方言，讲10000句人听无吼，你两科你就爱讲5成的话人听有安尼。所以咱今日咧讲这个主题，听候，就是讲咱有时爱听候上帝，甲咱指示，甲咱引带，咱就怎样做。这就是圣神咧做工。圣神的工作有2种情形。一种就是第一，就是圣神的外显，圣神的外显，外面显出来的。表现出来的这行为行动，亲像讲方言、翻译方言，是唱灵歌、医病赶鬼，这就是圣神的感动，互人来有这款的能力，来做这款代志，这就是圣神的感动啦，圣神感动，有个人圣神充满的时呢，有个人安尼真欢喜笑，有个人真安尼有真济感触，所以哭流目屎，有个人嘛是安静吼，这照个人的情形无共款。圣神就是圣神的外显，
即样佫一个就是圣神的内住，圣神踮伫咱的心内，伫咱的心内，互咱有智慧、有知识，有种种的恩赐，有种种的恩赐，有种种的好的德行、能力，亲像加略太第5章17节，用圣神所加的果子，就是仁爱、欢喜、和平、吞忍、仁慈、良善、忠实、温柔、节制，这就是圣神的果子。咱有信上帝，上帝圣神踮伫咱，所以咱有遮个好的品德，基督徒真好的品德，真水的德行，这就是圣神的工作，这就是圣神内住啦，踮伫咱的心内，才会当结遮个果子。耶稣拄传道的时伊转去到家己的故乡拿撒勒，进入会堂要读圣经，有人就将圣经以赛亚的圣经摕互耶稣，耶稣就掀开以赛亚61章第1节啦，伫遐耶稣就读，这就是记载伫路加第4章18节，主的神临到我，因为伊用油抹我，互我传好消息，互丧乡人。伊差派我宣布，受了的得到透放，无看见的搁看见，受压迫的得到自由，宣布主恩惠的年。耶稣所传的福音，就是好消息，就是要互所有的人，总是遐个丧乡艰苦、孤单无倚靠、软弱破病、受压迫、无自由的，遮个呢，耶稣特别关心。耶稣讲：“我就是道路、真理、活命。”耶稣的真理就是招庇的，伊的道路是开阔的，生命是丰盛的。所以咱信伊的人，耶稣就是要互咱行伫伊为着咱伊甲咱引出的路，互咱的生命毋但有生命，阁有丰盛的生命。咱教会所咧传的福音，就是传即个好消息。耶稣的学生遵照耶稣的吩咐，因就无离开耶路撒冷，伫遐等待。果然圣神就降临伫因的顶面。所以这是初代教会这使徒的等待啦，听候，因听候圣神降临，然后安尼大有气力就来做工安尼。过来今日咱有搁读一个经文，就是旧约的耶利米哀歌。这个耶利米哀歌当然也是耶利米先知所做的啦，先知伊劝告，都要听候上帝的救恩。犹太人的历史，所罗门王做王的时代就是国家上富强、人民安乐的黄金时代。所罗门王死了后，国家就分裂做南北两个国家。南北国就是以色列，伫主前722年，就受亚述所灭。以色列的10个支派，拢受驱逐，四散伫亚述国境内做奴才。这个南国犹大，伫这个主前586年，互巴比伦甲伊灭。耶路撒冷的圣殿受拆毁，人民受掠到巴比伦。这个亚述国，当时亚述帝国，就是伫即马伊拉克的北部，所以伫尼尼微，约拿书内底有一个尼尼微的迄个流落来迄个
地址啊，差不多伫迄个附近安尼吼。啊，即个巴比伦就是伫伊拉克的中部，伊拉克的中部吼。啊，即马嘛是抑阁有一个号做巴比伦省吼，就是我伫迄个伊的首都巴格达的所在吼。所以当时你看亚述帝国、亚述帝国、巴比伦帝国，遐尼大、遐尼强，啊，以色列百姓拢互因遭灭安尼吼。总是若历史上毋是行伫上帝的路的，你搁较偌勇的帝国，但今仔日拢总消失去吼。啊，以色列百姓因为离开上帝，所以上帝嘛，互因的历史吼遭受真济的苦难，国家灭亡，百姓互人掠去做奴才，四散伫逐所在。所以先知有几个先知吼，拢有言啊劝告，叫因都爱悔改，都爱活转归向上帝。归向上帝，吼！啊，以色列安尼亡国2000多年，啊，到伫1948年建国，吼！啊，总是建国呢，伊的四周有的国家拢是对敌的国家，吼！啊，所以以色列因要安怎生存？因就是对旧约中先知安怎讲，都爱行伫上帝的路。都要敬畏上帝，所以以赛亚耶利米哀歌吼第3章24到26讲，我的心讲，上主是我一切福气的源头，所以我要仰望听候伊，信靠伊，找求伊的人，上主施恩予因。人着吞忍听候上主的救恩，因为这是好。这个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因亡国的原因，就是因为离开上帝啊，违背上帝的诫命，拜偶像，做歹，互上帝受气啊！所以耶利米先知讲吼，都爱听候上帝。爱信靠上帝，都爱追求上帝，因为上帝是福气的源头，人都爱吞忍听候上帝的救恩，听候上帝的拯救，这就是真重要的事，毋是闲无代志都遐懵等，有也好，无也好，毋是安尼听候，咱常常出去。都爱听候无论等飞机，无论等车，无论等人，等什么代志，总是伫耶利米先知伊讲，都爱听候上帝，这是真要紧，天大地大的代志啊！啊，若无就是结果就是亡国啊，家破人亡安尼。耶利米先知伊是伫主前627年开始做先知，啊，伊伫主前的586年犹大国互巴比伦灭的时阵啊，无偌久伊就结束做伊的先知的职分，伊就结束吼。啊，照以色列的传统，耶利米受带到埃及。互埃及的民众用石头钉死吼，犹原埋葬伫埃及。所以耶利米信息，伊的重点就是爱听候上帝，爱追求上帝，爱信靠上帝，因为上帝是一切福气的源头，是施恩的主。诗篇40篇是大笔的诗吼。上帝是咱的拯救，40篇第1节20讲，我吞忍听候上主，伊按耳孔听我的哀求，伊对死亡的陷阱，对土地中甲我扭起来，伊互我徛伫石板顶，
互我的骹稳固，徛在这就是咱今日第一首的圣诗所唱我捌吞忍听候上帝。诗篇62篇嘛是大笔所做的诗62篇第一节讲，我的心神静静，专心听候上帝，我的拯救对伊来。第5节讲，我的心神着静静，专心听候上帝，因为我的仰望对伊来。第1节讲我的拯救对伊来。第5节讲我的仰望对伊来。所以咱等待耶和华，上帝就是咱的拯救，就是咱的仰望咱爱等待。诗篇130篇第5节到第7节讲，我迫切听候上主，我仰望你的话，我的心神听候主，比走见的人听候天光较切。以色列就仰望上主，因为上主有不变的阻碍，伊的救赎的大权能，伊有救赎的大权能。诗人讲，就爱迫切来听候上帝，来仰望上帝，比走见的人听候天光搁较切。走见的人望咱较紧天光，当时咱听候上帝，就是爱比迄款的心搁较切，搁较迫切，因为伊是救赎，上帝救赎大权能。咱基督徒生活的中间爱听候上帝，伫日常生活上，咱都爱有安静的时间，读圣经、祈祷、灵修、默想，来亲近上帝，来听上帝的声，来追求上帝的旨意。有一首诗，就是讲轻轻听，圣神的声音是真，真细。你若有遮个搅扰，你就听无，所以都要真安静，才会当听到圣神甲咱讲的话。诗篇139篇2、3节讲：上帝啊，求你监察我，知我的心思，考验我，知我的意念。求你指点我，互我无歹行为，带我行永远的道路。诗篇103篇第1节到第5节我来读。我的心神你着学乐耶和华。咱做伙来读来，我的心神你着学乐耶和华。凡伫我内面的，也着学乐伊的性命。伊赦免你拢总的罪，医好你拢总的病。伊救赎你的性命，脱离死亡，用仁爱甲慈悲做你的免流，用好物祝你的心愿，互你福到少年，亲像鹰鸟。耶和华行公义，为着一切受冤屈的伸冤。这个诗篇103篇咱台湾的音乐家萧泰然伊有用这篇咱拄仔读这个圣经文来做一首曲伊的名有哪是第一字开始啦迄个曲名叫做《我的心神你着学乐耶和华你着赞美耶和华总是这首是台语的咱台语的103篇真水真好听，真好听咱若欣赏若听这条歌真好听，咱也会对圣经的经文搁较熟，互咱会通安尼搁较明白上帝的旨意安尼。所以咱若伫
伫 YouTube 吼，你若甲拍即个我的心神啊，你着学乐耶和华吼，啊是讲佮加萧太然的名落吼，啊咱就会当看到真济首，真好听吼。啊，我有参加即个吼，咱迄个台湾圣乐团吼，上达乡吼，因好因嘛参加吼。啊，有咱捌唱即首诗篇103篇。啊，真好听，尤其唱到尾啊，吼，讲我的心神啊，你着学乐耶和华，哦，迄个好声足水的吼，所以咱安尼听即个萧太然吼，啊，伊安尼做即首103篇，真水吼，啊，咱会当听起来欣赏。以赛亚40章。第29节到30，伊讲亚仙的以互伊能力，软正的以加添伊的气力。少年人也为善，勇壮的人也为跋倒。独独倚靠耶和华的，要得到新的气力。因要亲像鹰鸟展翅飞悬，因行也无因走。也无先行，也无野，吼，这就是等待上帝、倚靠上帝的人，会得到新的气力。吼，无论个人还是国家，吼，听候上帝会得到新的气力，要亲像鹰鸟展翅飞悬，安尼有一个新的开始，有活力。雅各书第4章8节讲：着亲近上帝。上帝就会亲近，吼，上帝就会亲近咱，吼。所以咱常常听候上帝，亲近上帝，咱才会知影上帝的旨意，吼。咱才会当互上帝欢喜，吼。上帝知影咱的一切，知影咱的需要，知影咱的欠缺，吼。咱将万项事交托主，吼，伊会甲咱指示。甲咱引带，甲咱保守，有时呢，咱祈祷，咱上帝要照咱安尼做，咱都爱想，上帝的路是上水上好的，有上帝的时间，有时无一定照咱所意爱，上帝所备办的，是咱比咱所想的搁较好，咱着亲近上帝。因为上帝是创造者，吼，咱是伊的囝儿，咱是伊的百姓，是伊草场的羊。上帝是大牧者，所以咱亲近上帝，听候上帝，因为伊是咱的主，伊是救赎的主，伊是万福的源头。上帝帮助咱，引带咱，保守咱所交托伊的，直到迄日。好，三到来祈祷。感谢天父上帝，因为你的听引带带领阮。有时阮因为做事操烦，直到甲你所愿，求你帮助阮，互阮会晓来亲近你，听候你，知影你的旨意，来交托你，互阮所头前所要做的。会通得到你的引带保守，有时阮爱耐心听候，因为你有更较好的旨意，为着阮备办。求你甲阮三个弟弟，互阮常常亲近你，听候你，听你的声，通得到你的引带，互阮的生活人生。伫你的引带下面，是何等的水，何等的喜乐甲平安。求你甲阮三个弟弟，安尼恳求，靠耶稣的名，阿门。